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主張可以唔掹就唔掹，有次教有 face 嘅正 K 生張瑤。最近有朋友問我，網上面嗰啲賣幾十蚊、幾百蚊嘅牙套有冇用？我自己亦都會經常刷到呢啲咁嘅廣告或者直播嘅。今日我就傾傾呢個話題啦。喺我睇嚟網購牙套唔單止係效果堪憂，仲存在住好大嘅安全隱患。點解呢？首先，正 K 唔係一個隨便買個牙套就可以搞掂嘅。佢有一個高度個性化嘅診療項目。喺我哋正 K 治療開始之前醫生仲要同患者拍口內照啊、面上照啊、全口 X 光片啊、頭顱側位 X 光片、CT 片，甚至係 MR 核磁共振等等多種嘅影像資料。通過呢啲咁嘅資料嘅詳細分析，患者嘅牙齒嘅排列情況、頜骨嘅狀況、關節嘅協調性等等嘅多方面嘅因素，再結合患者個人嘅期望值，設計一個個性化嘅矯牙方案。而網購嘅牙套完全係冇呢啲嚴謹嘅資料作為基礎嘅，只能夠係俾你一個所謂嘅標準版嘅牙套。呢種千人一面嘅牙套點有可能真真正正解決你嘅牙齒問題呢？第二，正 K 係一種精密而且系統嘅醫療行為，每一個牙齒移動嘅距離同埋方向、施加嘅力量、大細等等，都需要我哋正 K 醫生精心設計嘅。每一個步驟都係環環相扣，稍有差池可能會前功盡廢嘅。而網購牙套喺冇專業嘅醫生嘅精確設計同埋監督嘅情況下，好可能會出現各種各樣嘅問題，比如牙根嘅吸收、牙齦嘅萎縮、牙齒嘅鬆動，甚至到關節嘅問題等等。第三，正 K 治療係需要醫生深度參與嘅。對於我哋正 K 醫生嚟講牙套只係幫助我哋實現矯正目標嘅工具之一。最關鍵嘅其實係醫生嘅專業理念、技術手法、審美理念以及豐富嘅臨床經驗。冇醫生嘅把關，再好嘅牙套亦都難以實現理想嘅矯牙效果嘅。而低價嘅背後往往係隱藏住巨大嘅風險嘅。網購牙套你可能只係花咗幾十蚊、幾百蚊，但係如果出現咗不可逆嘅問題，即使係花錢可能都冇得補救嘅。所以正 K 治療一定要到正規嘅口腔醫療機構，由專業嘅正 K 醫生嚟操作嘅。好嘅，今日視頻就到呢度啦，我係正 K 醫生張瑤。